这好您。好。走来！人家我唔许切，什么切嘞？我兄弟拢死啊呢！什么切嘞？切嘞就会切！你可唔是你有两种人？你阁是要直接等我过？你的粮草唔是存无偌济啊？还是你阁是想讲，官府的人会来甲你斗相共？莫讲啊！因早就走了了，早就走了了，你听无？这是我要死，甲你无关系。好，这是你讲的。咱永远就莫搁打敌了。干扰干！小刚，台上130里，再跳前，不能都用反包围了。给他来去，给掉。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追哥，阿春，你老爷放起来！阿春，放起来！你放起来！放起来！小哥，你老爷放起来！小哥，你跟着啊！你老爷放起来！放起来！不要走，你为什么还成功啊，小哥？小竹，小竹係你嗎？妹妹，你係鬼嗎？妹妹。妹妹，妹妹，爱don't care。你轉來了，阿希拉阿妹講一聲。唔係啦。唉，你細佬你唔辛苦。阿希拉哥哥。唔係啦。ทีนี้พ่อให้ 小竹，你用的呢？小
想去结束了係麼？爱跳就改啦。係呢個啦。愛掉就這樣的兩回拳，聽日又來出發，愛夾夾就再來看你一下。正經啊！正經啊！邊嚟叫嚟借啊？來咗啲嘅天通呢？兩台拎到 jeans， 興啲景象好冇？張俊相，全部係背教一條船嘛！難怪啲眼好痛。嘅水啦，飲水啊，嚟飲水。我嚟先攞你門衫褲啊！先水。你咪水一下。愛走係輕麥，就唔得偷偷咁電梯啦。哦。
阿春，来坐定，請坐定，坐嘅坐嘅。坐嘅，奴らを呼び出せ。さもなければ畑に火をつける。你本大人，请大家出来跳行，跳行留命，莫就系病火了。跳架，因為跳好冇啊？做唔得，就有問題。你全部先記得黐咪到。跳架，幾多？非病火麼？一向用架勢，因為跳起難。睇下附近啦嗬，度都冇人計幫家睇下配合。走。大家攏唔好驚。因為行下跳。一邊走。高い。はい。この東口を開けたまま他の出口を塞いで火をつけろ。はい。火をつけろ。待てよ。你出來呀！愛病火嘞！愛病火嘞！你出來呀！你出來呀！愛病火嘞！愛病火嘞！姐啦，姐，啦，跳，跳，誰啊？跳架，那邊走的火燒過來了，這邊沒摸路，要用辦。哎，你還做幾多少？唔到神唔知，這邊冇煙啊！好，睇下附近啦嗬，不要追。跳架，坐嘞！山付け。太平街攏沽落來啦！坐嘞！結果箍下來，箍下來，結果箍下來。山付け。山付け。100動け。はい。立て。おい。何を見てる。おい。跳架，おい。歩け。跳架，早く。
我就认为，日本人爱家迄金广府的地方嘅势力，小做迄其条重要嘅一粒棋子，其条唔敢强记妄同，也欠金广府稍安不躁。系么？公夫人，小主喺外头千重要嘅地方，外头绝对唔会放弃唔顾嘅。今年就打算用会做啊？按来讲，上司本来就不应该去考虑到生死嘅，小主嘅事情，我无怪人你两啥嘅意思，就想留安好嘅监视人家嘅后生人现在来拼拼啊！太老，台湾改本嚟日本，已經係事實。本來犯了東洋犯，唔本按你老唐山來往做生意。唔過，聽講台北改片，親像大家就相安無事，生意繼續做，生活照常過啦。唔通呀？我到金廣府開定嘅係地方嘅實作文保呢？太老，可能外地嘅方法唔強用啊，但係第一站，我也飛到大家儀式文保。慢慢，阿妹，你一下讲嘛该，就喊长做，是爱少主去喊上，因你却有希望。慢慢。我记得，我做你的阿妹咧，责任动态。小主公一准来，都好辅導派愛佢來啊！你講嘅，就算少主父唔轉，你嘛愛好好努力成人來管下來。阿妹，冇事情，有愛菜，有愛菜，天水湯唔會有事。いつまでかい。もういい。話してあげなさい。はい。19歳。まだ若い。聽人講，唔爭19歲天天行動後生，
私はお前の敵ではない。それどころかお前の勇気に敬服している。戦争が早く終わり平和で共存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聽見希望一條可以歸順嗎？冇嘅，你話到愛歸順，其他人就會跳通㗎，咁你就慘了。愛到我用全部嘅生命來報復家鄉。彼はいます。彼なの。はい。分かった。おい、小林！手荒に扱うな。残念だ。有做事嘅，土匪你借嘅，我看看不是大啦，电话好大哦，嘿不吹嘞，而是两手嘞，全部冇啊，我做一个眼睛眼你的啦，好，你做嘢啊！你做嘢啊！我董永明，共董永發，做董永你，做你冇？做你冇？掉架。安尼對會去死體體用。掉架。三角湯の僧兵の報告では台北では抵抗がないという話ではなかったのか。賊軍は領民を装い我が軍を襲撃しました。しかも女や年寄りも参加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そのため賊と領民の区別がつかず我が軍は大きな損害を被りました。女もか。総理大臣は台湾接種を早めるよう要求なさっております。総督も抵抗する者には
その場で厳罰に処せと命令しております。つまり軍属領民を問わず全て一網打尽にせよと。旅団長山根新生、ただいま参りました。やっと来たか。将兵はすべて無事であろうな。第二旅団はすでに上陸し待機しております。分かった。南進部隊は前進を一時停止。山根将兵率いる第一第二連隊は新地区から台北における賊軍をすべて無差別掃討せよ。7月22日大暑、午前曇り。無差別掃討第一陣で反抗軍の優勢は急速に撃退しつつある。夕刻、コウモリが飛び回るのを見る。数百匹はいるであろう。漢文においてコウモリは長寿と基地の印という。娘，前面总了，尸体冻多年，我滚到东用饭。奇怪咧。带部队向前行。好，爱弟。各位躺下，躺下来。我躺下了。用我安尼咯。要得东洋班，是才有书哦。鸟没鸟哎。冇事，今日就冇事哦。阿星，你什麼當重呢？冇事，冇事，生命保庇啊！今日就冇事嘅吼。おいはホハイト。私はかつて京都の寺に軟禁されていて、涅槃経を読んでいた時、地獄について描いた部分を目にして、今でもそれは思い出しただけでも恐ろしい。しかしその光景が今私の眼前に展開されるとは。
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人也很多哈。係啊，我一杯早睇嚟就得數咯。沒有。好，來，打過來。好嚟。買呢？啊，你真嘅你買嘅？你唔點解邊度來啊？係啊，唔睇就係啊。頭家娘，生氣咗嘅呢？唔可以講嘢。申し訳ない。あなた方を驚かしてしまった。8月8日立秋、病律を攻略、南進の突破口となる。川べりにて女性が布を染める。しばし戦争から離れた安寧にあって地獄の炎がこれ限りであってほしいと願う。そうか。對吧？先嘅答案讓我講。內地嘅種子當中途，挨再個長城爭贏，人員就會多。我老太家講，我個員卷已經達到動件咧，我想董永凡請腳就會轉移嘅。大家出嚟！出嚟！走！好。官兵就會留挨條飛俠嘅，搶其實姑娘就做對啦。官府出沒，我係相信官兵。劉永福將軍搞本挨條任務，本來就要拖延董永凡30年，然後就會完成了，阿妹。南天無菜，有天寒。攞了農事就荒廢咧，攞來糧啊！內地還有援軍呢，就會多誒，請阿妹生氣。眾多安多人可一條食飯，挨本衣糧，愛娘嘅老太家交代。同意，蘇比。轉來呀！係啊，轉來了。俺的阿妹，官府卡動辛苦誒，但係也要卻對我們屬兵的事情。請原諒我同意。
谢意安补长照。生年长久无看到阿爸诶。副家永远就做得嘞，给到天阳，还给我都死诶。下摆下你的两片田去学堂，我做的应教书，应种田。今日爱做嘛干咯？今啊，就学生嘅啊。赵生，铁哥，铁官爷，安怎？辛苦诶。迄种唔拉咧。唔是讲，演这家强。你们要做嘛干啊？你考这家，唔是考教你买穿，多年嘞应该就来。本中都会声音呢，读书唔是钱。做咩？原来去了。好。安子说：“阿妹，你唔好用按多量咯。董永凡已經嚟到府區嘞，通氣無量，打唔下去。我聽錯我去出去。我本我都量無啦，通形就會轉來。然後我來嘅換轉來吧。去大哥，接下來就會正面交戰啦。太家己遐尼無私東西，死個體型比創藥還較大，我用會再戰啦。讓安頓下來，本體用一群一害。就算喺古道，你做唔得公訴容易。聽緊，呢條真落去啦，呢條準備真落去。哦，你個真夠走呢？誒，啊，這個大真舒適呢？哎，对巴肚，安怎？恁叫是阮甲遐登山来的人共款，啊，无人讲。你看，叫他转的啦！那个当然我少真的，无吃饱个饱那样的啦。走，过来。
Kaya tu malang katin elan. Ano ka? Gipon ko saan? Panapanaan ita ini. 稳土神量偏夹菜，海天边望雷闪闪，书生杀体文无师，愿同火意战一番。别替过往兄弟超多了。读书人啊，我头拄念的听有无？我无迄个学问啦。遐对你的，拢是你的亲人。哈，迄个好手的，甲做伙大汉，迄个光头的，嘛毋知是啥物代志，去官府逼甲走头无落来地步。啊，阁有迄两个少年啊，有看无？迄自细啊，就无爸无母，困咧庙埕啊，讲分啊。我著看因真可怜，甲捡起来，缀咧我的身躯边。迄个查某，抢来啦！抢来嘛要对。缘分啊！啊，毋过我真正想要留落来，毋是伊啦。你无娶某？娶某？娶无啦！这种天年哪有遐简单？你真正甲我当做迄种强逼民女的土匪哦啊！无啦，无吼。国際的には今回の掃討作戦は暴行だとみなされている。向こうの民を虐殺していると。民の抵抗も許されるべきだと。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一言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本島は我が領土となりました。民たちも我が国民であり、このような殺戮行為はやはり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我が軍の南進速度は早まったか。敵は反抗を強くするばかりで、我が軍の死傷者は増える一方です。しかもコレラや活気も蔓延し、北部の山の地形は我々もよく知らない。これは八ヶ山には銃砲が据えられている。山に設置された大砲は反転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方はすでに地元民の協力を得、抜け道を設置しました。つまり敵を背後から打破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ります。敵軍はここに本拠地を置いているものとみられる。ここに賊兵すべてを誘い込み、戦いを一挙に終わらせる。は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唔像我，讨厌面对列祖列宗，
请保护同行同志嘅兄弟嘅，也拜一路平安，凡事逢凶化吉，终于转来。阿妹，我想阿爸。下來，你興俊，下來啊！條解娘，看阿爸。條解娘啊，年珠都廿了呀，必聽咩？係啦，你係間人做嘢哦，咩錢唔險嘛？好啦，必聽啦。日下決定療養復來，留喺呢邊合。你係真喺邊度時間？不得。唔想喺呢邊人。人還孟大以前出人咧。你係講真為人，也係唔為神啊？睇下睇下，邊條隊呢？陳生陽，聽見有哈？哎媽，你睇住啊！看！阿妹。干嘛了？哎呀！啊！哎呦，唔是啦，阿豆哥，你好聰明。哎呀，要乖嘛！來，莫關到啦，快送個衣嚟。行了，好了，拿來啊，好了。等他把他接走了。哎，三十六。哦，今日即刻澎湃哦！你開掉嘅水來啦。哦，好啦，好。實地位哦。看，入來，較好啦。係啊，較好。大個人的某的，啊你是咧？你是咧靠！哎，來，我來啦。啊。
处好叫，唱唔着。伊唔做，去做饭。对，如果你娘唔做，去做干啦。空气三楼给臭头肥。你说要做吗？有英雄通做，想要做土匪。我同意。哎！不要紧啊！我老豆面都唔得欺负我掉，点到就交公来。好了，冇大笑。我你话喏，冇大事啊！对我啦，小关。是咩？王永照。啊，还没真的。要不，你条一定会传来嘅。local TV，冇人会相信你条。小姐，真是的，对着你。我头一摆感觉做人有淡薄仔意思。对。董永凡。一个伫庙里往南行，照提示看来，一定要输迄八卦山。山坡上一坡，报用不慎，免遭引粉。大体嘞，往北偏行。天向记着，都伫转福的路。総監。どうした？ゲニコレラとは戦争よりも恐ろしい。分かった。水は二物して汚物は殺菌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しなければますます蔓延するだけだ。しかし薬がもう足らない状態です。内地に電報を打つことにしよう。わかり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いかん殿。いかん殿。どうした？いかん殿。母に戦死したと伝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よかった。8月23日、著書舞台は大化に侵入
第2師団5分の4兵力熱病に感染。耐えられない炎天下にあって故郷を思い出す。医者として戦地で従軍することになって非常に心苦しいことであろう。殿下、ここ数日の体温はやや高めであります。部下に平静を保てと言ってるうちに万病も治るのだよ。殿下、伝染病が蔓延しているため病死する兵士の数は戦死者の数十倍に達していると言えるでしょう。病で失われた一人一人の命を思うといたたまれません。殿下、私には戦争というものが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私は最短の時間でこの戦争を終わらせ本当の平和な回復を決意している。阿爸。嗯。阿爸，我太遠愛從做影響吃飯人。其實阿爸冇想去做影響嘅，阿爸只希望戰爭結結束，本大家做到嘅做衣服卡。好，是嗎？妹，你講裝法書的戲，你就轉戲。還是唔係咧？
朱永良，卖你总部。准备好吧。好。齐太公，如何生意啊？放心吧。哎，司机差不多出发了。还等你转来。阿英啊，你真正要地？你是我的大兄，你去对，我就跟到对。哦，大家出发！大家上来。好啊。殿下。戦況はいかがか。殿下にご報告申し上げます。八甲山に攻め込み、さらに消火場を順調に占領しました。そうか。よかった。我が帝国の渇望せしこの地、ついに接収せり。我が任務完了せり。桜の季節か。
9月27日秋分、妹の書もたらす。帰国の途につく。戦勝は輝かしいものではない。凱旋軍は葬式のように行進すべきである。其实也部片呢，一开始我拍的时间吼，也有老佮讲好讲，迄咪讲来合作做一只天师嘅版本吼。一摆天师版本呢，伊把叫吼，其实也有老天阳魔马供养吼，第一集天师魔供养我就讲，老天阳地都当到表唔呢些东西，重新拿出来表吼。第二部分就讲，唱嘅天阳嘅青春要嘅一只音效师吼，人都杜之吼，佢。金马奖还有世界动作体风的样战哈，就有得奖哈。其他老爷都重新来上哈，全部做过，音乐会重新来做过哈。所以他开始天视看的时候，会吃到画面暗讲哈，因为音乐也动好哈，因为透过film的拍摄，就转到 HD 嘅高画质嘅影带哈，所以看起来暗真哈，声音上面清好安尼。有人讲，为什么叫1895？奇怪呢。后来慢慢，所以这个电影给了一个蛮好的一个，让人家从题目先开始，1895下面挖沟啊，然后你了解原来有这么一场，这个不得了。以亚洲史来讲，就说日本，这个是我们讲是有色人种日本人嘛，第一次拿到殖民地，亚洲的第一次殖民的这个取得，那台湾不幸那个时候就是变成这个。一个焦点嘛，所以那场战争是台湾的战争，是亚洲的一个战争，是整个殖民与被殖民史上一个不得了一个事件。谢谢。台湾的土地，我们都是移民嘛，所以其实台湾的一对外族群的这种抗争，这个冲突不严重，因为我们拢是移民嘛。但是移民我们的土地呢，是几代的富主奋斗留下来的，所以台湾的心里面只有一个东西：保疆卫民是大人，就保卫我的家园啦。是，喂。おお、サトウキビではないか。はい。毎年 90% 余りが日本に輸出されていると聞く。他にも台湾からの宝物には小農と茶葉もあるな。殿下は台湾について随分とご研究なさっておられます。我觉得当初除了这个客家的这个背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功课以外，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讲一个台湾人的故事。日本接收台湾这件事情不是客家人的事，它是整个台湾人的事。我们只是从一个剖面切进去看到客家这块的代表，但是它对于这个台湾整个台湾，它是一件台湾人的事。敢死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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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电视上面的拍摄哦，基本上在台湾这么多年下来，大概都是用 DJ Backhand， 或者是到近1-2年的 HD 拍摄。那基本上在过往的经验里面是没有人用35厘米的底片去拍摄，所以
这次1895用这样的方式操作，基本上算是创举。就制作的那个过程来讲的话，从底片拍摄完成、冲洗出来以后，然后依据导演跟剪接师编辑完以后，他会出一个 ED2 表。那我们依据这个 ED2 表呢，再从原始拍摄的底片里面有用到的底片，一盒一盒的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我们用广告的模式来精调，一盒一盒的上带，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调颜色，让它色彩更饱和。那完了，当然中间里面有一些特效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制作流程的东西啊，我们都会在调完颜色以后，分项的拿出去，分别来做，执行完以后再放回来这个 HD 的母带里面。那这样的画质基本上，目前来讲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最高规格的。那我也相信，这样子的影像跟格式，在未来的走上 HD 高规格的画质里面的话，这数位的形态里面的话，它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标杆。基本上哈，就是说在电影版的部分，我们尝试说用深欧外的观点，因为深欧外它毕竟它是一个文人，他比较有所谓的世界的视野。当时对于一个日本人又是知识分子，然后他比较有一个纵观全局的一个角度。那也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很多戏就被割舍掉了，因为我要统一那个观点的问题。因为在电视版上面变成是说，我们有比较足够的空间，它又分上下集，一些我们当时割舍的东西又得以回到它原来的面貌。吴汤兴的母亲，其实在原剧本里面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作为一个母亲，她最心爱的儿子要出征前，她母亲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心情。那现在在电视版上呢，我们又可以重新看到另外一个客家的大家长。江少主的母亲，那儿子现在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生死如何。那这时候吴汤兴带着部队回来这边要粮，事实上那是面对很多乡亲的舆论的很大压力下，他在面临这个家园巨变的时候，哦，看到一个母亲所做的一个抉择。电影版它其实最漂亮的是说，它统一在一个文学家的笔触下。好，那电影版本身它具备了一个比较属于一个文学性观察的角度，它的视野比较宽大，它的观点也比较漂亮。好，那电视版的好处是，它比较完整细腻的把剧中所有的情节。人物都可以做比较丰富的陈述，我想这是两个版最大的差异。1895这样的一个题材，我们觉得是一个抛砖引玉的状态，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部电影的制作，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说，其实台湾原来有这样的历史，原来台湾我们曾经的祖先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或者甚至小到说，哦，原来在100年前台湾的人民生活的样貌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有了1895这部电影。You say goodbye. This is where I'll lay your body down, where the beasts of burden testify. They have come to rest on This is where we say goodbye. And all around the people cry. How could so many people die? 240 sacrificed.
saying, why did Daddy have to die? Now with trembling hands and tearful eyes, this is where I realize. But you will heed this bloody tale when the sons of sons whose fathers fell put 100 more upon the trail to the place of all dwell. 非恋爱心肝，强硬。